好，来，乡亲继续要来讲台中五姐何天宫，伫个庙前打出着香条，讲农历的8月20要来起驾，到云林北港的朝天宫来进香。但是疫情境界是2级，也未当绕境进香。庙方是来解说讲，这个香条是依照着妈祖的指示打出来的，到时阵是不是会当去进香，也是爱按照着中央的规定。五姐何天宫有大讲，农历8月20要起驾进香，互真久无出门的信徒看到真期待。因为疫情境界是2级的期间，目前庙宇绕境进香等的活动依然禁止，庙方赶紧澄清。这个大家嘛足欢喜要来去，但是都政府都无准啊，也无准，也无开放，所以阮即阵到了，阮生活嘛都无讲，阮都往后传回来去挂好啊，大嘛就欢喜。但是嘛是最后就是要等政府有开放有准，阮才会去。五姐何天宫进香的活动已经有100多年历史，差不多让一当信徒拢会请妈祖用行的行7天6暝到北港进香回銮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有可能停办。如果出去的话有状况发生，我们也承担不起，我是这么觉得啊，就是信仰在我们心里了，到底怎样就看到时候再说。阮的官网抛出来，这是阮的正确的信息啊。大家甲妈祖请示，妈祖嘛同意讲今年要搁登去北港，不过敢会成，一切拢要等中央的消息。